泄露天機太多，盲咗雙眼。阿叔叔，我想問一問啦，咁你覺得我哋做師傅嘅會有啲咩禁忌係啦？即係你嘅意思就係你泄露天機太多，跟住收尾嗰2年。有時都聽到啲老師傅話身體又唔好，或者我有啲身體上嘅損傷，或者大病一場，你又會點睇呢？如果講真，你做緊嗰樣嘢嘅好驚，我就唔會做啦，係咪先？我自己咁睇嘅，因為我當然啦，大家有睇開我嘅 channel，我知道七叔紫微斗數，咁我當然個強項係計紫微斗數啦。係。咁其實我會成日將紫微斗數形容係好似一個故事書咁，其實佢已經寫好大概你個性格特質啦。人際關係啦，適合做咩工啦，或者譬如10年同10年之間嘅運程係點啦，其實大概已經寫好。我哋唔係要做一啲嘢去改變佢。我嘅意見就係我去做一啲嘢，盡量個 story 所講嘅嘢，盡量就住佢嚟行咁解。咁將來會係點樣行佢嘅運勢？叫佢趨吉避凶。其實趨吉避凶好緊要，即係譬如。我成日好多客嚟揾我，成日會問我打工好似冇乜出路喎，會唔會做生意好？但係大家都知 common sense 打工一定冇出頭，一定係會做生意先至有機會發達。咁呢樣嘢個 concept 絕對係唔錯嘅。做生意一定有發達，做生意一定有發達。做生意有機會會發達，但打工肯定冇發達，咁就一定係。唔係打工，只不過係穩定實啦。同埋依家都個趨勢，做咗好多年又好，好高收入都好啦。到而家呢1-2年都開始慢慢被財走啦。高嗰個死嗰個可以咁樣講。既然呢件事係正確唔錯嘅，但係你要喺邊一個時間上面做呢？嗱，呢個就好關鍵。你喺嗰個10年大運裏邊，你基本上個運勢好差嘅。又破財啦，又容易犯官非嘅。你走嚟話俾我聽，你想做生意，我會叫你唔好。係啦，咁呢個係你個命運裏邊已經寫好，一路都係會有喺度嘅。咁會唔會等一個啱嘅 timing、啱嘅時間？譬如你轉一個新嘅10年大運，或者你個流年運勢好旺嘅時間，你開始試呢？結果可能完全唔同。咁所以啦，回顧翻係啦，即係咪泄露天機太多，盲咗雙眼嗰啲？咁我會覺得唔信，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去解讀你呢個命盤，其實係你與生俱來。